朋友早早，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 AI 晶片大厂辉达昨伫咧北树科，也就是台湾新总部的预定地来举行完工大会。在执行长黄金芬表示讲，辉达伫台湾当年的投资预估是美金1000亿到1500亿这么多。台湾的新总部按算今年底就会动工，2030年要正式启用。也针对着黄金芬强调台湾需要搁较侪能源的问题，经济部长金平兴也回应讲，政府有推算过到2034年为止，台湾拢未出现欠电的问题。气啊遐尼水，拢无人要来哦。辉达员工大会日前伫台湾新总部北树科 T17、T18顶场，做执行长黄金芬，甲大家介绍总部建筑物的设计。若是无电梯，挂用大量的玻璃帷幕，甲打造做透明的建筑。黄金芬讲，总部会伫今年底动土，按算2030年启用。伫台湾的投资金额嘛，对4、5当前的100亿美金到150亿美金，扩大到当年投资1500亿美金。We're spending going to $150 billion in Taiwan each year. $150 billion from one company alone is going to fuel an incredible ecosystem here. 黄金芬表示讲，面对 AI 的高速发展，人类袂因为 AI 失去工课，电脑烦恼讲会疏忽会使用 AI 的人，因为安尼失去工课，鼓励大家加用 AI。台顶的黄金芬嘛大学了台湾是 AI 革命的准用，是整片先进封装的当阵，但是要发展 AI， 就需要搁较侪电含能源。Taiwan is definitely growing, and one thing that I've said several times, and I'll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say it now, Mayor. We could use more energy in Taiwan. If you want to grow wi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you need energy. Energy growth is fundamental to the GDP of Taiwan. 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检讨到2032年，甚至到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经济部长金明兴强调讲，若辉达除了北树科总部，未来阁有其他重大投资，希望会当互经济部和台电知影，才会当互政府提前做好供电。参加辉达员工大会的台北市长周万安，为了欢迎辉达进驻台北市，强调台北都是辉达的家，佮送台北市的锁匙做礼物。NVIDIA will help unlock the next era of AI innovation here in Taipei. Where is the door? 周万安表示讲，辉达员工大会是代表台北行向世界发展 AI 的起点。对辉达还未申请建造，周万安是讲，市府会和因各项行政协助，而且加速审议的流程，强调一切尊重辉达规划的相关时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电力的需求，台北市府和台电昨夜针对变电所的规划有达成共识，会将这工程的时间缩短到6-7档就完成，而且也会来起造临时的变电所，提早来应应北树科用电需求，兼顾到工程的安全和产业的发展。也另外，咱过来看这黄金芬早暗也带伊的某囝做伙去和广达的董事长林碧丽来食饭。黄金芬表示讲，广达是辉达上核心的 AI 伺服器合作动画之一，甚至如果广达下半年会真无用，生产量会创下历史新高，甚至这个辉达也会推出新的产品。镜头我来看，总统赖清德早暗去参加美国在台协会 AIT 所举办的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酒会，而且伊阁有早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自传，请 AIT 的处长郭立言要来转送给美国总统川普，也讲着希望未来台湾甲美国伫咧半导体产业会当愈密切来合作。亲身参加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酒会，总统赖清德致辞的时表示，250当前，美国人用真大勇气创下追求自由的历史纪录。今年也是台湾总统直接民选30周年，伫咧30当前，台湾人也真有勇气，唔惊中国飞弹的威胁，用选票打造台湾，确立国家的未来。赖总统带来3项礼物，包括来自台南的美国国旗色的兰花，有印250孔的台湾点心加2个仔，也佮有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自传，回应美国总统川普讲的台湾偷摕美国晶片事业迄段话。这2本自传里面充分记载着台湾半导体产业是如何发展的。如此一来，他会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更了解。未来台湾跟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人工智慧的发展的合作，
一定会更密切。AIT 处长郭立坚在致辞的时，又讲到张忠谋伫美国甲台湾两边拢有打造半导体的事业，和美国甲台湾伫科技供应链深度整合，而且伫先进制程甲设计的领域共同引带全球。张忠谋又来到现场，甲郭立坚小可讲一下。郭立坚又分享美国第2甲第3任总统杰弗逊甲亚当斯的故事。These two men, our second and third presidents, were once bitter political rivals who even refused to speak with one another. However, they reconciled later in life, exchanging letters about the nation they had built and the future they hoped they would achieve. They died as close friends on the same day, July 4th, 1826, exactly 5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郭立坚强调，勇健的民主制度无需要所有的人意见拢相同，正大的死对头也会当为着国家和好，透过民主坚守自由社会的核心价值。这是 AIT 头一届伫内湖总部举办国庆酒会，规模比英国还阁较大，包括赖总统、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各国驻台代表拢有出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有提早到场祝贺，毋过伫活动开始之前就离开，甲赖总统等各国政要无公开的互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同款是好天小热，高温普遍拢有32至36度，部分的所在有可能会热到超过37度。气象署是继续针对全台湾12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警示。咱会当看到其中新北、台南、甲花莲拢是红色的高温灯号，特别是台南的玉井已经连续7天拢热到超过38度，昨上关是来到39度8。提醒观众朋友，就一定要加啉水，预防着霜。过到伫咧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也佫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拢要注意有可能的落雷阵雨。因也开始受到风面的影响，伫中部以北、东北部，也佫有外岛地区嘛，拢会较高落阵雨。继续来看到今年第6号的风台强密暂时已经形成，虽然讲预告是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拍算是后礼拜1、拜2会上挖进咱台湾。到时阵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伫北部也佫有东北部，这雨水拢会增加。27早起8点，菲律宾东边太平洋的海面上，今年第6号风台强密已经形成，目前是轻度的风台。气象署表示，对台湾的影响主要是外围的环流。风台伫6月初1上挖台湾，受风台外围分系的影响，后礼拜1甲拜2，北部甲东北部会落阵雨。礼拜开始，北海岸甲东半部也会有大雨。这个台风它未来预计会先朝西北方向移动，来到琉球南方海面之后，开始逐渐北转。所以可以看到，大概在6月1号前后，台风预计会来到相对离台湾比较接近的一个位置，但预计在后期它就会北转之后再往东北转向，离我们远离台湾。气象署表示，拜3甲拜4天气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2天要的是真烧热，东南部可能也会有火烧风，到拜5天气才会有转变。明天北部地区晚上就有机会降雨几率稍稍的增高，开始有一些短暂性的降雨出现。而在后天，也就是礼拜5，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白天就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的一些情形。而中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上午可能还是比较高温炎热的天气，但中午过后就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气象署指出，离到全台各地可能拢会落阵雨，30中南部甲山区可能会有西北雨。若这2天伫金门甲马祖可能会有蒙雾，也是低云，提醒民众要注意。记者郭友基、林秀凯台北报道。今仔日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食药署公告，对7月开始，全台湾各种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拢要全面符合优良制造原则 GMP， 也得要完成产品资讯的档案，经过安全签署人员确认，才会当提出来卖。再来看《中国时报》，民主公告甲乌干达的伊波拉病毒当咧探，疾管署阁将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升到第3级的警告，请民众唔通去当地。因若对这2国入境的人，嘛得爱自主健康管理21天。落尾是《自由时报》，基隆港直通日本 Okinawa 石湾岛的北中山湾号渡船对200开始试营运，暗时对基隆出发，过8点钟，困一暝就会当到石湾岛，而且这船票上俗只要2000块。
咱来看到高铁顶日是发生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故障万分事件。台湾高铁的董事长苏德昨是伫咧股东会公开会室内，强调所有的设备拢有保留落来，交予第三方来调查。苏德也强调，高铁通车明年就要满20周年啊，各种软硬体拢得要更新升级。这新车是按算明年7月会投入营运，要先对这个台北到高雄先来使用。但在这里，我还是要特别再次向所有的旅客致歉。2天前，高铁因为电荷故障发生最近13年来上严重的列车慢粉的事件，估计有18万的旅客受影响。台湾高铁公司立即开股东常会，董事长苏铁甲旅客会室内，也保留所有设备交予第三方调查原因。我们除了更换了超过80%的设备首次发生的状况，我们已经保留所有的设备来提交第三方来调查认证。那我想我们会希望能够找到根本的原因，会同时要求高铁公司全面检讨设备更新及风险管控的机制那后续我们也会依调查的结果要求改善。要找出原因，避免搁出代志，因为高铁已经成做一日生活圈的重要运输。去年全年度运量第一遍超过8207万人次，比前一年成长要加5%，平均每天运量22.51万人次，比前一年增加1.1万人次。全年营收546.5亿，比前一年成长2.75%。苏铁讲，高铁通车到明年就满20年，各种软硬体拢要换新升级。新世代列车按算明年7月加入营运，新车班表上紧明年初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请假抓袂调，不过最近却是爆出，因为这员工分红的比例调整，引起一寡员工不满，讲要来罢工。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德嘉是亲身来向这员工说明，有风声讲今年的分红有可能会比去年加30%。台积电最近爆出员工因为不满分红的比例调整，引发一寡员工反弹，呛声讲要做工会和罢工。对这台积电董事长和总裁魏德嘉是取消出差的行程，而且亲身出面和员工沟通说明，对分红的比例员工是低调，无愿意加讲。不知道，我是新人。根据了解，沟通会顶悬魏德嘉放出信息，强调台积公司盈余的分配是以当然股东和社会3大方面。今年若是当然绩效的考核和去年同款，有信心当然全年的分红同款会有正强的成长，会增加超过去年的分红幅度有30%。传出魏德嘉甚至是鼓励员工摕分红加起买因家己的股票。虽然内部出现不满的声音，台积电的股价伫27同款是持续走悬，就伫2300块。台股收盘是冲出44256史上的新高点。起731点，另外在成交量的部分有1.55兆。成交量的部分呢，放出了1.55兆，这是天量。代表在高档的时候呢，其实市场的一个心态非常的紧张，稍微一有风吹草动这个就卖股票。因为美伊战术有好淡的希望，拜三日股、韩股拢同步收起。不过，这波小 AI 的风潮是带动科技产业，台厂同款是重点供应产能。宏基董事长和执行长陈俊成表示，台湾当变做专有 AI 应用落地的重要基地。它已经是有蝴蝶效应的，从一开始。我们看到 generative AI 就是 amazing， 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到现在发现出来许多的应用。那这许多应用里头展现出来许多的商机。陈俊成表示讲，今年的 Computex 规模各扩大，展现台湾不管是对晶片、平台到系统整合的 AI 供应链实力，因为 AI 的发展受惠，嘛互台湾的经济动能是持续加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寮国有7位村民伫5月19日时阵进入一搭地下石洞，讲要来挖金啊。所以因为常常落大雨、做大水，受困伫咧石洞内底超过1礼拜。但这专业救援团队是总算成功将其中5个人平安救出来。目前佫有2个人失联，也在继续搜救当中。5月27顺利找到受困的5位寮国村民了后，泰国救援团队第一时間對外發布影像。โอเคครับตอนนี้ผมเบนนะครับมิโกะนะครับได้มาเจอ5คนลาว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ทุกคนปลอดภัยดีนะครับเดี๋ยวเราจะทำ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ต่อไปนะครับ泰國救援團隊的領隊也真歡喜。16:30 นาทีพบเป้าหมาย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ตอนนี้พบ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พบแล้วเดี๋ยวทั้ง5ท่านนะครับอีก2ท่านยังต้องตามหาต่ออีกนะครับพบแล้วครับเดี๋ยวอัปเดตอีกที
这站寮国石洞受困的事件发生伫5月19至20时间，寮国中部赛颂本省一搭较压贴的地下石洞，是废弃的金矿石洞。7个村民为着乌金仔甲走找食食入去内底，也毋过山区熊熊落大雨，引起土石流，土埋甲出口拢塌掉咧，互7个人掉伫内底。另外一个村民有成功走出来，而且去报警察讨救兵。除了寮国当地救援组织，泰国救援专家捌参加2018年石洞救援行动的芬兰专业唱水员米可帕西等等，也伫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人。因为寮国石洞内底真矮真歹行，上矮的所在悬度敢若50至60公分，大多数时间救援队员必须爱伫个充满土埋的空间内底用爬咧行动。也因为现场积水也未完全抽干，而且面对特异技术的考验，救援队员若安达已经找到的5个人，也若继续搁找找另外2个失踪的村民，希望有奇迹出现。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韩国三星电子工会通过上新的薪资协议，成功来避免48000人罢工的危机。伫这个记忆体晶片的部门，部分的员工是会当摕到1300万的奖金。另外一间晶片的大厂 SK 海力士今年第一季的财报讲利润赚有5倍，市面的价值已经超过美金1条。三星电子两大工会27以74%的支持率通过一项薪水加奖金的协议，化解48000位员工本来按算18天的大规模罢工危机。三星的股价是大起，虽然罢工结束，不过分奖金所伫内部引起分配无平均的争议。因为全世界 AI 技术建设投资真多，政府部门真趁钱，所有员工会当摕到差不多是一年薪水50%的现金奖金。迄伫上侪记忆体晶片部门，一个人分阶段摕到营业利益10.5%的另外股票的分红。绩效较好的员工可能会当领超过4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1300万的奖金。不过，晶片代工也有消费电子这寡其他部门的奖金是差真多，互一寡基层的员工讲真失望，心情真歹。三星主要对手 SK 海力士，同款因为 AI 热潮，27个股价也大起，市值第一遍超过1兆美金。第5月吹打三星了后，成做韩国第2、亚洲第3间调研企业。南韩的股市成做全世界成长上强的股市之一，去年的起爆76%，今年加达起爆有98%。27韩国的综合股价指数收伫8228点，搁再创历史新高。另外，中国的科技业者华为第25发表半导体技术新突破的套定律，跳出摩尔定律，提出用时间微缩取代几何微缩，用逻辑凹塔的技术压缩信号传播的延前，提升晶片的效能，解决因为制裁无法度摕到上先进光刻机所拄到的物理限制。Kirin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华为讲，因已经设计并且量产381种具有套定律的晶片，到2031年套定律高端晶片会让达到1.4纳米制定的同款水准。消息传出了，和中国半导体市场的代工领头中芯国际股价伫即天起2成。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即摆人拢爱看手机爱上网，也毋过英国上新的报告指出，直看社群媒体对囡仔的危害是未比食薰搁较轻。意思就经过讲，长期来接触这个受薰甲暴力的内容，恐惊是会去影响到囡仔的心理健康。所以目前英国政府是按算要规划修法，目标是要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来使用社群媒体。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会上新的研究报告警告讲，社群媒体对囡仔和青少年的危害，是当和食薰也是无下安全带来比。接受问卷调查的454个医生，有一半表示讲，逐礼拜伫因的门诊至少会有一个因为网络的内容受到精神痛苦，也是伤害身体的囡仔。医生发现讲，因为常常去接触到受薰会调到，也是互人真痛苦的内容，即摆已经愈来愈侪囡仔变甲真激进。15岁尼古拉乌伫2022年的3月，互发现讲伫家己的房间内昏去，紧急送病院抢救了后嘛是无效，结果法医判定是惊低落死亡。尼古拉乌的父母检查伊的手机发现讲因的后生是当互网络平台和游戏操控和威胁，得起各种危险的挑战。
英国首相史凯尔26日和真侪因为社群媒体失去因的囝儿的家长来会面，这个家庭悲剧嘛，让史凯尔立场出现转变，对本地反对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改作支持采取更较强烈的管制措施。不过政府会安怎推动相关政策，史凯尔目前还未提出具体的方案。Consultation will finish. We will then act and we will be decisive because it's absolutely clear to me that we need to take action to protect children and we can act quickly. 家长团体送交予政府的陈情书内面指出讲，社群媒体造成的危害，唔那是包括网络暴力、自伤的内容和危险的挑战，嘛涉及饮食失调、困眠无够，这身心健康的问题。不过，毛科技顾问公司的分析师认为讲，若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群平台，恐惊会让未成年人转向监管较少、风险较悬的网站。建议政府改采年会分级的制度，限制使用时间，也是一寡功能的宽限。公司新闻新乐杯翻译。国际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中国指控荷兰的军舰驶入去有主权争议南海西沙群岛海域，讲有用电子干扰措施将伊赶走。因为荷兰这边是强调伫咧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针对甲伊朗谈判协议条款并无满意，目前无考虑要放零对伊朗的制裁，而且强调，若是无达成协议，有可能就会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也上新的消息是传出，美国官员已经表示讲，美军已经对伊朗来发动新一波攻击，伫荷姆兹海峡附近阿巴斯港是已经传出3件的爆炸。今年1月，川普所主导成立的加沙和平理事会，包含美国等等这个国家，拢答应要来寄付总共有170亿的美金。不过，外国的媒体就指出，到达实际收到的捐款其实是无半仙。中国推出的高德地图会当显示咱真详细的道路资讯，有真侪人拢在使用。不过，咱的司法部伫4月就指出，这高德地图有治安的风险，禁止公务机关搁再来使用。即马是搁针对高德地图、爱奇艺等等4个中国 App 来提出治安的警告，呼吁民众都唔通来使用，避免个资定位也是敏感的资讯流失去中国。最近在网络有真侪使用者在分享甲讨论高德地图，伊毋但通规划路线，阁通预测测阳灯的时间，也会显示3D 的街路景致等等。这个手机 App 是中国的高德软体公司开发的，属伫阿里巴巴集团下底。咱司法部第2次发布治安检测结果，发现高德地图会使用甲主要功能无关系的隐私权限，会读取信用卡资料、健康记录，也有营务资讯等等。App 就准讲无开咧用，嘛继续传资料予中国的伺服器，拢总是有11项风险。信用卡资讯被截取了，可能就会被盗刷。高德地图呢，基本上也会在背景呢持续的来收集、读取影音，还有即时影像以及麦克风的权限。好，这等于说呢，如果今天呢我们在一场重要的商业会议，好，有可能我们的商业的机密可能就会被窃取。那如果我们平常跟家人在闲话家常的时候呢，我们个人的隐私也有可能被侧录。司法部指出，高德地图有情报收集、监控，也有治安渗透等等的国家安全风险。大众定在使用的哔哩哔哩、爱奇艺，也有比摩3个软体，也发现普遍拢有相像的问题。根据《资通安全管理法》，咱嘛禁止公务机关使用中国的 App。司法部嘛建议民众在下载 App 的时，详细看隐私权政策，嘛要在正式合法的商店下载，避免用到来路不明的 App。因为有一些 Android 的 App， 你不需要在商店下载，你只要是不打名字的 APK 就可以去下载安装。那这些可能是来路不明的一些 APP 的软体，那下载之后你删除掉，它还有没有一些后门程式留着？这个不确定。司法部嘛提醒民众，在移除有记录的中国 App 了后，应当要重新开机，交留伫咧手机记忆体内底的停息清条。若后续敢会禁止民众使用高德地图，司法部指出会由各事业主管机关分别去讨论，敢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再来做决定。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为着要因应少子化，总统大清德有提出18项的措施。劳动部嘛宣布相关的配套方案，包含延长婚假、产假、甲陪产假，嘛推出顾囡仔减工时免扣薪水，佮有政府补助接待津贴等等。劳动部表示讲，这新措施就要透过修法才当落实，但是立法院会当赶紧3读通过，上紧明年的元旦就会当实施。
为着要解决少子化问题，总统赖清德拜三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为育囝、教育，甚至到优先市场等做全面的升级，就是要减轻育囝劳工的负担。劳动部嘛开记者会说明，配合新措施会推出优先市场的配套，包括延长婚假、产假、甲陪产假，各用 A 流程升级做育囝假，请假日为30天延长到60天，嘛推出育囝减工时未减薪水等的措施。职代的津贴制度不是只是给减少1小时制度。包括我们刚才说婚假、产假、陪产假，因为育儿而会请的假别，也都可以来补助职代津贴。那它可是以日哦，这个会是不分规模的，每名员工只要有做职代的工作的话。每日我们会补助800元。对企业来讲，员工请假的时间变多，甲人力调度拢是问题。劳动部希望用补助薪水甲职务代理来鼓励企业，让员工出来有12岁以下囡仔的家庭，通缩短1点钟的工时。有人的银行嘛肯定这项政策，认为通替企业留人才，发展嘛就稳定。比较在意的是那个主管在员工临时请假，他会工作安排要赶快找职务代理人。所以，如果中小企业他们确实如部长讲，就是人力没有那么多，他在安排上面会比较捉襟见肘。那如果说有提供职务代理人，他愿意去接他工作，会有补贴，相对那个人做起来会比较心甘情愿。劳动部认为优先职场嘛，就透过修法来实施。目前性别平等工作法、甲就业保险法修正草案已经送行政院审查，若立法院3读通过，相信明年正月初1就会当实施。记者郭金王志光台北报道。苗栗县的警察局传出一位姓陈的警员涉嫌在去年伊做分驻所长的期间，甲所内另外4位同仁来诈领掠失连移工的奖金。因那苗栗的这个检方去搜查，嘛传这5个人到案说明，落尾是拢交保。另外，宜兰县消防局嘛是传出有科长甲科员伫咧办理特殊对国家认证计划时阵，涉嫌用假的发票来报销，即马检方也当咧调查。委员内姓陈前分驻所长执勤的时阵真认真，煞互人亚讲涉嫌带所内同仁做伙贪渎。苗栗检方接到检举，当时担任苗栗东路分驻所的姓陈前所长，也有所内4个员警涉嫌骗取自首的失联移工，诈领就业服务法的诈欺奖金。陈姓员警等5人涉犯公务员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罪嫌。检方第2日执行搜查，各团相关被告甲证人拢总20人到案说明。说明了后，3个员警分别以10万至6万块交保。姓陈甲姓陈的员警是向法院申请羁押，而且苗栗地方法院裁定分别以20万甲10万块交保。检调指出，姓陈的员警伫东路分驻所任内是在一个泰国籍同意协调安排失联移工自首，毋过姓陈的员警却以查到的名义来通报移送，高申报查获奖金。有逃走的移工面临专业罚款的时阵，不愿提出申诉，代志责别。有关涉案人员一律从重惩处，调整服务地区，并列入辅导考核，并从严追究相关主管考核监督不周责任。另外，伫宜兰检调2人嘛分做5路，搜查宜兰县消防局在海抢救科甲消案人员的主题，带回真侪箱证物，各约谈6个人。检调查出涉案的官员伫办理特种搜救队国家认证计划，中型搜救队伍能力分级检测结婚作业时阵，家宝甲消防局食啉等相关的采购协调案件，金额达到10多万。经检察官复讯后，抢救科张姓前科长、行政科赖姓科员分别以10万元交保，林姓科员以5万元交保。专案会以贪污、治罪条例甲伪造文书罪嫌扩大侦办，无排除有后续搜查行动。县政府5月初社会处则有约用人员涉嫌收乌西钱叫人羁押。月底消防局阁因为血小无实在，对这代志县政府表示，相关案件拢已经进入司法侦查的阶段，会全力配合司法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有一位国小的老师伫咧学校行底路，这教育局甲卫生局是拢已经派人去校内甲这师生来进行辅导。根据了解，有可能是这个老师伫咧管教学生甲生活拢拄着困难。教师工会也呼吁政府应该爱修这个儿少法，增加爸母的管教法则，避免家长甲管教的责任拢提上来，互学校甲老师承担。学校内面正伫咧进行师生的辅导，因为学校有一位资深老师离过伫咧学校内面自杀。代志发生伫高雄一间小学，师生甲老师拢感到震惊甲可笑。这个时代真的是不太一样了，学生有百百种，然后老师他们不断在精进教学的方法嘛，但我觉得这个方面似乎也要给老师多一点帮忙。我们会有做统一班级辅导。然后对于那种个别看到的学生，我们也有请导师调查之后，请学资中心介入做统一的辅导。学校讲，学生辅导咨询甲心卫中心拢派人来学校替师生做辅导。这位老师普通时上课正认真，不过敢若是一个管教学生甲生活上拄着困难，想袂开自杀。代志发生了，也互大家注意到老师管教困难甲身心状况。只要家长有投诉或学生有投诉反映，那校方就要做出回应。然后老师可能又有很多业务上的压力，就是太多那种很多情绪无形的累积。管教权其实是有被剥夺很多的，因为他就会只要求你，就希望你只能正向管教或是一些一般管教措施。那当学生不服从的时候，国小部分就很痛苦了，因为他们没有下过这一些，连这个最后的武器都没有。为照顾老师的心理健康，教育部提供合作的心理机构名单，给老师去咨询。去年10月也伫咧撒身心调适假。不过教师工会讲，代课老师歹找请假无用气，佮惊讲互人打标签。老师真歹找到帮助，要有完整的机制加客观的环境指标，判断老师拄到压力，量3到3天。今年已经提高教师心理咨商补助的次数。并透过员工协助方案与心理支持的网络，成为教育现场最坚强的后盾。高雄市教育局讲，代志正伫咧调查，会继续强化教师的支持机制。为了要避免有一寡家长甲管教的问题拢撒互学校，教师工会希望中央修儿少法，针对父母管教责任增加法则，互家长甲老师做伙面对管教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看高雄，伫咧阿莲有一个查甫人去大卖场偷摕2支草鸡啊，沿路乌白配，佮伫咧饮料店甲人扑着伤，随着走甲无快人。而家在警方有随伫咧公山掠着这个查甫人，伊有毒品的前科，目前是依照杀人未遂甲恐吓等等的罪嫌来上班。26日暗5點外，高雄阿蓮忠孝路一間飲料店頭前，豬無愛查甫人當咧買涼氣，聽到有人喊甲大細聲，隨滑頭看，所看到一個剃白頭的查甫人，雙手提草雞啊烏白撲，伊驚一個趕緊舉手起來動，手去互撲着傷，加在無生命危險。不知個這個舉刀的查甫人剃白徛咧隨人講，剛好就走出去，哎呦，怎麼有人拿2個大鐮刀？哦，大概多大？你比一下。哎，長的那種大鐮刀，彎的鐮刀。不是香蕉刀哦。小鐮刀吼，啊條揮舞啊，揮舞，條揮舞，啊了警察就人就通報，警察就約啊，啊約就無。啊，有空，伊是空冤家還是安怎嘛？唔知可能隨機款。代志發生的時，拄啊好是食飯時間，街路真濟人攏有看到。民眾講，嫌官是先去大賣場搶走2支草雞啊，過程中甲店員發生衝突，佮舉刀撲人的收銀機，甲1點2車刀。警方接到通報，隨擴大追查，一直到暗時8點外，才佇咧公山掠着人。警方表示，嫌犯78年厝有毒品前科，初步快篩結果無驗出毒品反應。柳橋西路某超市前，發現該名犯嫌。隨即帶反所調查偵辦，全案依殺人未遂、竊盜、恐嚇公眾危安及毀損等罪嫌，移送台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偵辦，並建請羈押。警方表示，嫌犯情緒無穩定，對公山走來阿蓮搶刀啊，甲人撲着傷，佫騎鐵馬登去公山，加在無出現其他受害者。現在也將按照殺人未遂、竊盜、毀損等罪，移送羈押頭地檢署偵辦。記者郭家祖、邱超陽高雄場報道。
台南市府打算要开始1月伫咧客家起一个动保园区，最近就议员咧批评讲，这个园区干那会当收容400外只狗仔娘娘，效益上过急。另外，最近伫咧永康的定位区又出现笼动狗甲民众家着上的问题，市府就表示讲会甲这的狗仔集中来管理。今日去永康义王中化区的工地，10外只流浪狗随走出来，兼一直飞，难免互人会紧张。地方民代接到真侪定情，讲这流浪狗问题困扰真侪人，甚至因为捌有民众伫即搭，互真侪教育，某人骑车行到摔着伤，出了现场部分区迄工程已经围起来，毋过斟酌看也有闹狗，工程按算今年要动工，附近居民惊流浪狗到时会走来社区周边，引起人和狗的冲突。会站在路边这样对着人吠，那有的人比较怕狗，就会害怕，会紧张，可能就会突然无预警的会跌倒。这阵应该嘛是剩100外啦，伫社区内底应该有120只。伊狗啊，就是你有甲喂养的人，伊的脾气味啊，伊会走去社区内底，就是因为甲喂养的人住社区。那中卫区这带的安全性受质疑，毛病在怀疑市府开始1月咧客家打造多功能动保教育园区，今年间内当收400只流浪狗，伊认为效益无大。市府回应，这工程本来是1月，因为抗议煞延超过当半，原物料和工资拢起价，才增加到4亿。这阵全市的收容所拢满，适临时的收容所嘛常在受到反对，地区现阶段有影歹解决。动保法的规定，每一只狗的一个收容的空间必须要符合5平方公尺，所以说我们这边的一个收容空间目前是规划400只的收容空间，已经算是上限。所谓的4亿元收容400只狗，那是非常不公平。更何况这个水饺动保园区不只是收容，而且还有这个动物保护教育的这个功能。面对义王中卫区的紧急状况，市府强调会利用区内的空地啊，设3个临时的大型围篱，先把流浪狗集中围起来，卖专门防止流浪狗冲出来车路，确保引路人安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新竹县顶礼拜5通过进行发展自治条例，要发5000块给民众。只要5月29之前户口设伫咧县西，就会当领到。伫此这2天啊，就超过500个人是甲户口迁来到县西，害户政事务所的人员最近逐日拢咧加班。透早关西户政事务所内底拢是人，新竹县关西镇顶礼拜5通过自治条例，要发5000块给镇民，而且只要伫5月29之前户口设伫关西的民众，拢有资格通好领。消息传出来了后，连日起未少人甲户口刷来关西。在关西买房子啊？哦，就刚好趁这段时间。对，刚好现在刚好是要办户籍的时候。哦，这刚好可以也可以赚这5000块，就对了。还会买新房子，所以全部人都搬出去了。搬出去。对。OK， 那现在就搬回来了。对。根据统计，拜1到拜2这2天，都500多人来办理刷户口的作业，有户政单位同仁，逐天加班，还加到暗时8点。星期一大概230几，然后到昨天大概就超过280几了。平常正常5点下班，然后这几天可能加班到晚上大概8点多。人口数在代表会议决之前呢，我们是26030多位哈。那经过这2天的民众的配合呢，那目前增加到26500多哈。那我们的预算部分呢是预估编到27000人的预算，我们足够去适应这个部分。所以说，未来3天以目前的进度来讲的话，有可能达到27000人。关西镇长讲有编27000人的议程，到拜5最后2天进程，相信刷户口的人会愈来愈多。上近关西人伫今年8月得当领到这5000块。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伫咧4月有成功执行阿提米斯2号创纪录射月球任务，而了也搁再来宣布月球基地3阶段的计划。第1阶段就要甲纳什起源在来4间民营的航太公司开几啊亿来买月球登陆器、月球地形车甲无人机等等，上紧伫咧2026年的春天、秋天就会来发射，继续探索月球。
美国太空总署署长艾萨克曼日来召开记者会，除了说明月球基地3阶段的执行时间表，嘛宣布第1阶段的月球基地计划采购内容，包括月球电路器、月球地形车、甲无人机这些设备，分别由哪些起源在内的4间民营航太公司提供。整体计划于2026年秋季开始到2029年，透过25届发射任务，陆续把这些设备运到月球。Now, Moonbase 1 will be the first privately funded lunar lander mission in history. The Blue Origin Mark I Endurance lander will deliver multiple payloads to the Shackleton Connecting Ridge, a strategic area of the lunar South Pole. Moonbase 2 and 3 are targeted to launch before the end of 2026. Now, these represent the first of more than a dozen missions we expect to announce through the balance of this year as we return, build the base, and never give up the moon again. NASA 全速推进月球计划，除了希望赶伫总统川普2029年卸任之前，和美国人搁登陆月球，更较大的企图是超过中国。中国计划伫2030年之前派人登月。25新洲23号早发射成功，加西太空人送去天宫太空站，其中一个人会停留1年，渴望创下中国留伫太空上久的纪录。依照 NASA 的规划，美国伫2030年之前会伫月球建造半永久性的基础设施，包括核能甲太阳能发电设备。2032年之前实现人类定期甲常态化运作的目标。With Moonbase, Artemis astronauts will stay longer, explore farther, and conduct the kinds of science that advances exploration itself, understanding how humans operate off-world, how we build infrastructure, and how we prepare for Mars. NASA 的太空探测任务完有新进展，做过超过40亿美金的罗曼太空千里镜，有比哈勃近1000倍的扫描速度，会当帮助科学家观测宇宙暗物质。计划伫9月发射，展开5年的观测任务。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伫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同款拢是好天，搁烧热。气象署是继续咧发布高温的警示，提醒观众朋友出外就一定要加啉寡水，预防着沙。咱继续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